主后2024年8月23日，每日圣安宫读经，伊的手比我的腰较大。圣经咱做来听读，历代志下卷第9章22节到31节。所罗门王的财富甲智慧赢过天下诸王。天下诸王拢想要来见所罗门的面，听上帝赐予伊的智慧。因大家带进贡的礼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棍器、香料、马甲螺，逐年拢有一定的数量。所罗门有马条4000间，阁有马兵12000名，阁安置战车伫遐个屯战车的城，甲耶路撒冷王遐。所罗门管辖所有的王，对幼发拉底河到非利士人的地，直到埃及边界。王统治的期间，耶路撒冷的云亲像石头遐多，片油茶亲像山坡的酸菜树遐多。有人对埃及对逐所在进口马，予所罗门。所罗门其他的事迹，对头到尾拢记载伫先知拿但书。示罗人阿希雅的有言书，甲先见约多伦尼拔的囝耶罗波安的异象书。所罗门伫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全国的王，共40年。所罗门转去伊的列祖遐了后，埋葬伫伊的老爸大必的城。伊的囝罗波安续接伊做王。伊的手比我的腰较大。有一遍，我带囡仔去朋友的厝做客，朋友非常热情接待阮，阁对囡仔讲：暗仔内的汤仔你通家己摕来食。囡仔却一直无动手，所以朋友就顺手拿一枚汤仔放踮伫伊的手。转去厝了后，我问囡仔讲：为什么毋家己摕汤仔？囡仔应讲：因为大人的手比我的手较大。细汉囡仔的回答，互人听了会偷笑，却充满智慧。智慧一直是以色列人认为所罗门王带予后世人的上大资产。历代志下卷对所罗门的讲述，就是对所罗门的智慧和财富展开的，阁用伊的智慧和财富做结束。当上帝问所罗门爱赐伊甚物的时，所罗门谦卑向上帝求智慧。总是上帝毋简单赐予伊智慧，阁予伊成做拥有财富和名声的君王，甚至天的诸王拢想要来见所罗门的面，听上帝赐予伊的智慧。因为上帝赐予所罗门智慧，予伊对只有伫咧以色列到统辖对幼发拉底河到非利士和埃及边境所有的王。所罗门的强盛，并毋是靠着家己的能力，反正是因为上帝欢喜伊的谦卑，所以赐予伊的恩典。伫所罗门王大智慧书中间有记载一个故事，有一个老爸因为破洞边袂赴叫迄伫远方伫求学的囝儿转来，情急之下，伊只好伫遗书中写讲：我的全部财产会传予厝里的仆人。若是我的囝儿通对我的财富中拣一项家己想要得到的，仆人摕到这份遗书，欢喜甲紧去到外地远远的城里找主人的囝，将遗书交予伊。这个囝儿看到遗书的内容，非常着惊，
办完丧事了后，就细字斟酌想迄内面的意思。迄时仆人问讲：“少爷，你想好你要啥物未？”伊沉思了后讲：“我决定好要爱你。”原来聪明的主人担心仆人甲伊的财产夺走，老为师甲财产传互仆人，仆人就会用感激之情好好管理。总是仆人是得袂到财产的，因为当当时仆人就是主人的财产，所以得到仆人也等于是得到财产。次经所罗门智训第7章第80到11讲到：我宁愿爱智慧，无爱权杖和宝座。财富甲智慧相比是分文毋值，一切水的好物甲智慧尚是临到我，伫伊的手里有算袂尽的财富。所罗门留互后世代的人，若讲是财富甲名声，确实讲伊留落的是谦卑找求智慧的心。财富甲名利可能会招致纷争和仇恨，找求智慧才会当带来和平甲良治久安。日想，我是毋是教导囡仔谦卑向上帝找求智慧，作为留互囡仔上宝贵的财产？我是毋是教导囡仔谦卑向上帝找求智慧，作为留互囡仔上宝贵的财产？咱来祈祷，亲爱的主，求你赐予我智慧，互我明白安怎倚靠你来得到开启用神益人之门的锁匙，搁互我会晓教导囡仔，互伊一生行伫着行的道路，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